係啦，行長，上次見你好似好多説話積喺心入邊想講咁，就係想問下你究竟藏喺你心入邊係一件咩事呢？係啊，其實呢段時間即係我離職呢段時間積喺心入邊啊，有一段説話真係好想講出嚟，亦都好唔舒服。點解呢？因為我講出嚟，未必亦都會有人相信，特別是我哋前董事長傑姐，亦都係關乎住我離職呢件事。因為咧，依家出邊好多人啊，包括我老細，都係好難去接受，即係我點解會突然間會離職嘅。但係我同我老細辭職嗰下，真係我講咗好多種方式、理由，佢哋依然都係唔信，係嘛？所以我積喺我心入邊一段感受，真係好難受啦，即係咁樣講，好難受啦。明白。其實我點解會離職嘅呢？係同任何人都冇關係嘅，同我公司啊，甚至乎我老細啊，或者係我拍檔嘅同事，都一啲關係都冇嘅。我今次要辭職呢，其實我係深思熟慮嘅，亦都糾結過，係咪？喺依家呢個即係大環境下，我點解要辭職要走，係咪？其實呢，我本人呢係好清楚我想要啲咩嘢嘅，我嘅路係要點樣去行嘅，我係非常之清晰嘅一個人。咁呢，所以話點解我會離職呢？係因為呢6年幾嚟啦，我響魚品豬腰呢個平台，係咪？雖然呢，依家呢個平台呢，目前嚟講係幾好嘅，即係幾好，但係呢，時間長咗，一個人啊，佢無論響任何事情，佢都會到一個瓶頸嘅，係咪？無論心態也好，衝勁也好，思維也好，佢會到咗一定嘅瓶頸。如果我覺得我個人咧再繼續咁樣落去，我響呢個行業入邊嚟講我覺得會廢咗，因為自身冇發展，特別是係而家我呢個年齡段，因為咧留俾我嘅時間咧響呢個行業係咪唔多？如果我唔出去折騰一下，我覺得好似又響呢個行業有啲遺憾。所以咧，我先至係會選擇離開嘅，係咪？而離開咧，我係完全冇抱怨過任何一個人，我喺呢度做一個説明啊。咁咧，仲有除咗呢個原因之外咧，我個人總結咧，亦都有3方面嘅原因。第一個咧就係講我親情嘅委託啦，即係我離職唔係話因為有咗另外一間場或者另外一個工作我先離職嘅，係我離職咗之後。咁咧，我嘅細佬叫我過去佢嘅企業幫手，咁樣呢個都屬於係一個親情嘅委託，咁樣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其實我同我哋嘅公司已喺前2年發展啊，嗰個戰略我都提及過，即係我哋嘗試下其他市場嘅發展，係嘛？咁啱呢一次呢，我細佬公司呢，佢哋就喺廣州，咁我覺得亦都好適合，即係依家跳出咗佛山呢個區域，去另外一個區域嚟發展呢個品類嘅嘢，去嘗試下另外一個市場做呢件事得意唔得？我亦都好想去證實下我前幾年所講嘅嗰種戰略啱與唔啱，咁樣呢個係第二個原因。咁呢第3個原因呢，先至係最關鍵嘅。點講最關鍵嘅呢？魚品豬腰到目前嚟講係真係好好啊！起碼呢6年幾嚟講呢，一直都屬於係叫做優良嘅企業。佢亦都得過無上嘅榮譽，食房啦，係嘛？咁曾經呢，有4年幾嘅時間包括到而家星期6日都係要排隊嘅。魚品豬腰又冇到有今時今日咁樣嘅後果呢，有我個人自身嘅一份功勞。第3個原因呢，我亦都係想證明下自己。離開咗呢個平台之後，我去到另外一個平台做同樣一件事，又能唔能夠將佢做成，係嘛？你話做到好似以前嗰種高度呢，
我亦都唔夠膽講，因為呢啲都係後話。起碼將呢件事做成先，咁樣我覺得咧，呢個先至係我最關鍵嘅第三個原因。俾自己嘅人生留下遺憾咯，係嘛？咁肯定啦，即係你無論你做咩行業都好嘛，默默無聞咁去過自己嘅嗰種人生呵。我覺得你嚟呢個世上幾十年光景，一啲意義都冇嘅喎，真係冇咩意義嘅喎，係嘛？所以咧，咁樣呢啲就係我要離職嘅原因，係同任何人都冇關係嘅。好啦，咁既然係咁啦，行長，咁如果係見你咁有恆心、咁有動力咁去做一件事，我都好想同你合作，一齊將呢件事做好。我用我嘅專業把你嘅故事呈現出嚟，等更多人知道行長喺呢個年紀仲為自己拼一把。你有冇聽講過？同你有仇先叫你做酒樓啊！你跟住我哋呢一行好辛苦噶喎。首先你要受得住呢份辛苦係完全冇問題嘅。咁當然啦，如果有你咁樣幫住我哋去打造個人 IP 啊，或者幫我哋宣傳係更加好啦。但係首先講明會好辛苦，係咪？如果你唔怕辛苦，下一次我嘗試下凌晨帶你去行一行市場。係嘛？見識下市場嗰種喧嘩啊、熱鬧啊，同甚至乎係亂七八糟啊嗰種感覺，係嘛？坑坑洼洼、水水氹氹嗰啲嘢，你去見識下，好辛苦㗎。到咗天熱嘅時候，你又要喺廚房嗰度係嘛？唉，滿頭身汗咁樣，係嘛？你嗰陣時你又知道我哋呢一行業好辛苦，你要受得到先得，好冇？好，冇問題嘅，我覺得。好啊。